後來，過來是高雄鹽埕區五福四路早起8點外，有一個73歲男子，因為熱手，但是公車無靠站，伊真不滿，就趁到這個公車咧等紅燈的時陣，走去車道用馬身砸車，甲司機來理論，結果造成着大塌車，將其尾是去互移送法辦。公車停紅燈的時，有一個查某人為路邊衝出來，擋佇頭前，找司機要理論。這個查某人佫用手機來離翕，這個時間正是交通的尖峰時間，伊擋佇路中，造成這個路段塌車。我會正式報案，沒關係，你先到旁邊好，你不要影響別人啊。伊用衝過來，我衝來擋我頭前啦，伊都無行的，後邊一車一趟的，伊無人，伊根本無人。警方一個到位，這個查某人甲司機的情緒攏真激動，雙方因為瓦站的問題佇相爭。一個白講啊，會手啦，公車不可能無看啊，無動。不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擋這件事情，對啊，太危險了。早起8點外，高雄鹽埕區五福四路用馬身擋車，這個43歲細節的查甫人真不滿，因為有熱手，驗過這個公車的司機可能是有死角無看到，直接就駛過無停。細節的查甫人趁這個公車等紅燈時，直接走去車路找司機理論，所以造成他車。警方到現場，隨將兩個人抓登去派出所。那雙方爭執後，駕駛就打電話請求警方來協助處理。那警方了解整個案情過後，為該乘客沒有在站點提早等候，警方將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78條依法舉發。針對這個查甫人行為，警方除了依法開單以外，佫依照涉嫌強制罪甲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，因為一時情緒失控，用馬身擋車造成塌車，就要佫受罰單。好。